多市警方呼籲公眾協助找尋4年前槍擊案疑犯。安省上訴庭指省府有權拆除單車徑。Stellantis 有意關閉及出售賓頓汽車組裝廠。你好，歡迎收睇8月14號嘅《都市聚焦》，我係李立本。多倫多市警方今日再次就4年前一名31歲華裔商人喺士嘉堡小型商場停車場遭人開槍擊斃案，呼籲公眾提供更多涉案兇徒嘅新線索，並且透露涉案者同案發4個月之後同一個商場嘅另一宗企圖槍殺案有關。約克區警方正分別就列治文山市同埋旺市2宗性侵犯案通緝2名疑犯，當局亦都同時就區內14宗提款機盜竊案拘捕咗2個人。安省上訴庭今日推翻下級法院嘅裁決，為省府繼續推動拆除單車專線嘅法律障礙。有單車倡議團體就對裁決表示失望。加拿大汽車工人工會 Unifor 透露 Stellantis 嘅考慮關閉同埋出售位於賓頓市嘅汽車組裝廠房。工會斥責 Stellantis 違背咗對工人嘅承諾，視勞資合約嘅條款如無物。安省財政廳公布2026至27年首季財政報告，財長貝森法維表示，即使面對外圍不確定因素以及美國關稅威脅，安省財政狀況依然穩健。距離安省市選只係得2個多月，密西沙加市長嘅選情出現拉鋸，現任市長 Caroline Parrish 同前市長康寶麗嘅支持度喺最新民調當中打成平手。第6屆愛在中秋慈善月餅籌款同埋追月嘅慶祝活動，稍後專訪環節會同大家講下。今日好高興咧，請到 Fat 串娃嘅雜誌主編兼愛在中秋慈善月餅籌款活動嘅籌委會主席 Deborah 咧，同我哋傾下偈㗎。係，歡迎 Deborah，你好。你好 ，Kenneth。係啦，咁都訪問過你好多次㗎啦。講講啦，其實即係今年第6年咯喎。過去5年，其實呢個愛在中秋嘅即係籌款活動咧，籌咗幾多錢啊？或者幫過啲咩機構咧？好，唔該晒 Deborah 嘅時間，希望你今次嘅籌款可以更加成功，好嘛？有機會再傾偈。OK，多謝 Kenneth。Thank you。剛才接受專訪嘅咧係愛在中秋慈善月餅籌款活動嘅籌委會主席 Deborah 嘅，咁啊鼓勵大家啦，及早咧訂購慈善月餅，為本地文化慈善活動咧出一分力。我哋先休息一陣啦，稍後仲有其他環節嘅，轉頭見。印地賽車大賽開賽首日就出現延誤，一陣同大家講下。今年加拿大最具影響力嘅25位移民頒獎典禮較早前舉行，表揚全國不同領域為本國社會作出貢獻嘅移民人士。首度從多倫多市移師到萬錦市嘅印地賽車喺開賽首日就面臨延誤，主辦單位喺下晝正式向到場嘅大批車迷致歉。最後同大家關心下週末嘅天氣情況啦。聽日咧陰晴不定嘅，最高氣温25度，最低19度。星期日8成機會有驟雨，最高氣温24度。到咗星期一咧係大致天晴㗎，最高氣温有26度。今晚嘅都市聚焦告一段落啦，多謝收睇。今晚係我最後一次喺 Omni 電視嘅主播台上同大家講再見，好感恩亦都好榮幸。過去28年，由記者至到主播嘅工作，都獲得大家嘅支持同埋信任，亦都要衷心感謝所有同我一齊工作或者工作過嘅台前幕後同事。呢份專業同埋高效嘅團隊精神，相信係我最難忘同埋珍惜㗎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Omni 新聞，亦都繼續支持其他嘅傳統傳媒。祝福大家平安、健康同幸福。我係李立本，後會有期，珍重。
收看。係那明天的國語新聞呢，我們將會綜合報導這次選舉的結果，以及對政局可能會產生。李偉，先等一下，我們剛剛收到最新的這個點解會講國語啦？呢個就係雙聲道嘅好處啦。